可以啊，Ben。可以今天要去拍什么东西走啊，西雅曼。 ？Let's go。我们是玩那位，等一下啦。哎，走了，现在走这个了，我很興奮，你懂去斯里蘭嗎？幾遠嘛？走了，走了，開車了，開車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我们终于到西雅曼啦！娘啊，3个小时的奔波路程。喂，怎么样？喂，被抓进去关了哦！